伊搁咧思考讲，伊安怎会当改变这个囡仔的生活甲环境，改变因的命运甲人生，有无？所以伊搁无所不用其极，关心以外，照顾伊的生活起居，然后搁想办法对外得到这样的资源，改变孩子的生活甲学习的环境。这个就是当责。有时咱离婚长，咱会感觉咱嘛做真济，咱嘛真辛苦。毋过，就我最近嘛定定咧问家己啦咱遐尼付出，都遮尼殊胜，人一般的人就会当做甲遐尼感动人心，安尼有法度改变遐济囡仔的命运甲人生，对无？都遮尼殊胜，咱有啥物真正互众生感动甲一世人甘愿对咱行？做甲安尼。敢若还无够，安尼看，如果若会当一个人影响的人，一个人会当影响偌济人？无数的、无穷的、无尽的，因为伊感动一个囡仔的命运，这个囡仔就会增加减少社会的问题。后摆伊若变做一个栋梁，伊会当影响规周遭所有的人，甲伊的。